走。邱永贵，你想要干嘛？抽一个，抽到什么就做什么，把它念出来。挑战1日，银色开箱。给大家一一介绍我们每个人睡的床位在哪里，就是曹云宁饰演的刘朝琴，邱永贵，那复原，夏腾宏在这边。这些位置是你们决定还是美术主管们？是按照颜值，曹云宁会排在最后面，代表他的颜值不容小觑。你看这个上铺，爬上去，要怎么上去呢？就是踩这个，来。上面的人就要这样走路。斗笠是交给上面的人拿喽。新生笔记簿，那我写东西都很认真啊，努力学习。这个呢，就是基本上是我们生活用品，然后会有牙膏、这钢杯、牙刷，还有肥皂。其实有肥皂和牙膏的，其实都算是有钱的人。像我进来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营舍里面这样几十个人都是靠这两边的水，然后这样打水，这样洗澡。这边现在真的不要洗头啊，快点！都是可以这样子，就是他们做的巧思可以这样。做真的蹲式比较好，你知道吗？蛮不可思议的，这么挤的位置，塞到2个。其实真的躺下真的很舒服。没关系，你先不用跟我想，我先休息一下。